Hello， 大家好，我係個杯又到復起來嘅時間咯。近幾年嘅工作啊，有時間唔單止一項工作，甚至佢自家嘅專業也有幾多項嘅專業。今年裏邊就係安尼哦。佢除了自家本身嘅工作之外啊，佢還有一個特別嘅身份，就係麵包師傅。啊，怎麼嘅？佢會有一個想法來做一個麵包師傅，佢又帶來樣板嘅故事呢？今日來有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今年裏邊劉一峰阿峰。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劉一峰，來自屏東崇志鄉，我係麵包師傅。哇，分享阿峰哦，阿峰，頭都有講到你自己本身是一位麵包師傅嘛？那前面我也有講到啊，有的人會有很多項工作，像你自己本身有哪條工作噶？我主要是要做攝影師以外，還有包車旅遊。哦，對對對。哇，這樣子同個旅行要個量的食材沒有什麼相關聯，但是你自己先講一下好了，就是說那樣子要個工作，你是怎麼樣去成為一個攝影師？你當初是讀這個相關科系嗎？不是，在大二的時候，一個同行他就是說要找就是有興趣這樣子，然後就是用 part time 的方式在幫他做一些攝影的一些工作這樣子，然後在2006年的時候就出來自己做。那這樣子，你自己睇要跟那樣子的攝影工作當中，因為不是本科生嘛，那你去怎麼樣去學習這一個專業？本身自己就在大學就有興趣，然後就開始跟着同行，然後去學習怎麼去拍攝這樣子，對啊，因為本身有興趣啊，早期也在玩相機，然後所以就有這個底子，就會比較容易去跨入這個行業這樣子，然後跟着同業去跑這樣子，就要跟你的前工有興趣，然後就一直做，所以就越有興趣，也越來越專業安內嘛。啊，你睇做要跟那樣子的工作跟時間啦，你自己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什麼比較吸引你的地方，或者是有個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個過程，在要跟攝影師的工作底部。攝影師早期我們都是拍一些婚禮啦，然後或者是一些告別式這樣子。對，比較特別就是我們在以前在修禮儀師課程的時候，然後剛好有接觸到那個客家三獻禮的一個葬禮的部分。對，然後在當中就會拍攝一些很特殊的一些客家禮儀的部分。對，客家禮儀跟我們的一般的閩南的一些葬禮的內容又不太一樣。對，從當中可以去發現一些原來這兩個文化是有特別的一個差異性，這樣子。所以你這個本身也是客家人嗎？對，我本身我阿嬤是竹北的客家人。在土這邊的行業。你這個喺學一個我們講頭都講嘅告別式做一個喪禮的部分，你自己會有印象講我們客家嘅有除了三獻禮之外，那可能南部跟北部這邊的差異，也係講後龍年同行年兩邊的差異，你自己會去仔細的比較嗎？客家的葬禮，它比較屬於比較會去敬神跟敬天。對，它跟閩南會不太一樣。然後在他們的整個的流程當中會比較更細緻，然後甚至把一些拜飯的流程或者什麼都會放在他的公祭上面，對，然後甚至會去分一些哀章這樣子，對，就會很特別，然後等於他們這一次很敬重，會更看重這個部分。閩南在做就比較簡單，那可能道教科儀就結束了這樣子。那等於講，你們如果在接受這樣子的一個特殊的攝影任務，要兩個人任務的時間講，那主人家會不會跟你們要求一些特殊的要求？說你要拍到什麼或不要拍到什麼，會有安排嗎？原則上就是看人呢，因為有些他們的家屬他們會認為說，比如說入殮要不要拍，對對啊，但是一般大部分找我們拍入殮都要拍，然後也有就是可能太難過不拍的也有，然後或者是說不同的場面不同的東西啦，然後像我們這個三獻禮的部分就是很多細緻的部分，比如說全羊啊、全豬那全部都要拍到這樣子。然後包括他們在做這個儀式當中，他們是三進三退的方式，我們全部都要拍到。比較細緻的部分會不太一樣。對，那你自己對於客家文化，因為你有接觸到這樣子一個傳統祭祀禮儀的部分，你這個對於客家文化部分，你會比較喜歡哪一個部分？就你自己目前接觸到的客家文化裡面，比較喜歡，我覺得因為我們在做導覽。那我們就會帶客人去一些地方，比如說去比較喜歡的是那個五溝水，五溝水有劉氏宗祠這一些。那其實我覺得客家人他們在對於教育的這一塊非常的看重。對，像劉氏宗祠他們前面就有說一德人終成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所以他們對於這種教育類他們非常的看重，所以我覺得客家人那種精神是我覺得是很值得讓我們去學習，然後還有他們的一個團結的一個感覺這樣子。郭總工，對你來講，那個客家文化，你比較喜歡精神這些層面的哈。那除了傳統建築這些可能比較漂亮之外，你自己比較在意的是屬於內在的部分，跟底部的部分嘛。那講到鴉片啦，
头头俺能讲诶，你这个爱工作，喺亚阳市之外又有去增建了一个投篮导览观光旅游的部分。那你怎么会对替咧亚阳市跳到这个工作，又在增加这个新的工作项目呢？你是说从摄影跳到导览？对啊，怎么会再加一个？我以前是做华语导游带路客，对，做华语导游这样子。然后后来整个市场没落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做这个部分。这几年因为刚好换车的关系，然后就重新开始在做这个部分，这样做旅游的部分。你这个提做一个观光导览投篮的部分啊，迄像提屏东嘛，还是讲迄全台湾按你走啊？全台湾都可以跑，嘿啊！全台湾都跑，对。故说讲离岛、外岛也都会有去。外岛可能就比较没那么方便，对，外岛可能交通问题这样子，就除非是用带团的方式，才可能会去走离岛这样子。因为我们华语导游我们全部都要做啊。你带团、还台团啊，也还社团，也还都有。都可以。因为讲华语不只是国内的旅客，之前你有说你有带到陆客嘛？对。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们会不会以为说，你们台湾这个地方小小的，可是却有很多的文化，你会怎么样去介绍这个部分？其实台湾很特别，是你能够短短在半天之内，可以从海岸林到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岛屿，可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介绍这样子。但是因为他们在大陆没有这么快速的去做一个浏览不同的林貌，这个感觉这样子，所以他们对台湾其实上是既熟悉又陌生，对，所以他们在玩的时候，他们会一直在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山上怎么会这么容易就到了啊，或者是他们阿里山怎么跟他们想象中不一样啊，日月潭怎么会不太一样这样子。今年所谓的某 Q 用还是哪一个部分某 Q 用？你看到日月潭、青苔，不是他们可能觉得很大，可是到现场，好像对很小，是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吗？对，类似这样子的方式。他就觉得好像台湾都是比较小一点、小而美的感觉这样子，但是总是带着特别的文化在里面。在大陆其实很多景点可能就是建筑或是山水，但是台湾就有带它有特殊的文化在里面，变得不太一样。因为俺人有几多人文的精神、人文的东西在底部啊，就是人文的东西就会跟他们的不一样。对，不一样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要不要是从一个投篮的部分，讲清久以前很早以前就在做了嘛？那你差不多这2项工作都做了多久啊？导游从2009到2012。当时也是做摄影师，然后面包是2016开始这样子。对，超哥，现在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开始要转到这里来？因为前面讲你这个做样样时做一个投篮，其实虽然说中间会有波折啦但还很够顺利嘛，做到现在。那为什么会突然间就想到说，我会在家别的工作了，做一个面包师傅？因为我喜欢吃面包但是我小孩子也喜欢吃，但是我们发现外面的面包有时候在吃好像胃会不舒服，那我想说我就去考一张执照这样子，去考丙级的那个烘焙师这样子，然后想说开始去做面包。原来就真是因为呢，为了生牛呢，凶牛的年，就是为了喝牛奶去养了一条牛的就出现概念，对，原来呢，不过你这个真的为了要好吃，而是来健康来做一个面包，从这个做面包去卖，就是不一样的概念呢。做嘛给我想到，我们只有自己吃之外，你就真的是省力的工作室，来做，把它当成一个事业了。对，我们当成一个事业在做，因为想要做，至少就是把它做最好嘛。所以就买了器材做投资，然后包含怎么做面食，我们都把它去做投资这样子，因为这样烤出来会比较是像我们想要做的感觉。因为我们想讲这个是天空落后然后就从继续的投入之后，就发现既然做安好事，那我就继续做专业一点。没想到做下去成本越来越高，干脆的发展成事业过后你这个工作室条都有可能，你们的工作室的名你们的名字很特别，像那个太火龙的胖。胖的底下面包嘛，太火龙会骂人这是我对不对？你同火龙有没有关系吗？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呢。因为我们早期都会去办一些偏乡，办一些营队，然后都有自己的外号。然后当时我跟我老婆已经叫很久了，她问我说有什么外号比较好，然后就叫我叫大火龙这样子。对，怎么给？我以为有个以前可能脾气比较不好张开口就喷火了，对，大火龙这样子。不过因为你头都有讲嘛，能去搞3年，所以才会有这么童趣的一个
工作室的名的出来。对对。哦，你能为了要个名的，要个 logo 也系能自己去设计的吗？对，自己画的。哇，其实你有兼职在做设计师哦。没有。连自己也要画得很可爱耶。谢谢。你这个做一个工作室的时间啦，你又没有去。应该讲，这个本身要学一个，单纯凭着讲有一个兴趣，讲来去做一个胖，你会用办去学习吧？学习就自己要去看一些书啊，然后我去上一些课程，然后自己去研发，比如说一些长棍欧式的面包，可能你没有办法去知道怎么去做，一般的坊间都是做一些台式面包这样子，那必须要去看书去学习这样子。我面包书应该这么高吧？你都面包书。买的面包书，对，哇，他去研究配方，然后去知道怎么去做这样子，然后去改良。但是一般的书的配方都是假的啦，对，你要自己去调整，因为面粉不同，吸水性不一样，然后他们的下的奶油不一样，所以你面包出来是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要去搭配你自己的材料去做调整。古时候有个过程，没讲哎，现在行业的胖了做事业也没有这么简单呢。对，要去调整。你这个卢卡你家里面尤其是老婆，唐都很讲，可能除了这个来做了狮子外，还要去发展成事业，给个反应很嘛个。他的反应是什么？老婆听到的反应要支持。是哦，对，自己挑那些老婆啦吼，可能可以吃，然后又可以去赚钱，是这样吗？对。哇，观众朋友，没想到俺阿粉的工作经验很丰富呢。不过其他的面包有哪条种类？你用什么个呢？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今家我一条线有几道好吃的胖，不过一条胖是用板做出来的，接下来有请阿芬同我们说明一下吧。阿芬，前面有讲到这个本身的工作有一个面包师傅嘛，今天你也带了几道好吃的面包，你可以一一的为我们介绍说这些是不是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这些面包特别的地方，对，你要先先给哪一类？先讲一下，你要先介绍哪一个最热门的？先介绍热门的就是这个，它的是。50岁以上最喜欢吃这个。等一下，太有先给胖。对，这个我们最热销，圆圆的那一个。对，我们叫法国全麦，它就是类似全麦面包这样子，但是它里面有含很多的坚果跟葡萄干，还有起司丁在里面。不过做嘛个几位讲还最热销，然后年纪对中批会气氛要跟面包，因为它的口感大家比较喜欢，比较接受这样子。对，除了个盐呢，前面的那个面包，等一下看着很像我们搭飞机上那个枕头里，那个是特别为了搭上飞机做出来的。我们之前是做成长条啊，因为里面有一块乳酪在里面。那我们想说让它平均一点，然后搓的时候，然后想说把它弯一下好了，所以就变成这个形状这样子。误打误撞，给个形的就变了。对。古时候给个名的，是吗？对，就是法国全麦乳酪。法国，应该帮它取一个别名啊，叫枕头面包。你讲好记。所以它的特点是嘛？给个提示，底部一条cheese在底部，这是它的特点嘛？对，它的是整块乳酪80公克在里面。80公克。对。我本来想说是细一的悠悠，整块在里面。哇，你的成本贵高呢？成本太高了吧？我们的面包都是用我想要吃的模式去做，对，所以不论是任何一款面包的比例跟它的包的料，都是用我想要吃的模式去做这样子。那越来越想要了解其他。那像个菠萝面包也是的，应该它有需要特别介绍吗？还是讲我们底部也包了可能80公克的乳酪在底部？我们菠萝的皮很特别，是我们用法国发酵奶油，所以它吃的不会油，不会腻。对，然后再搭配我们的面包体来说，它吃起来是不会胀气，不会胃酸。我们很多人在吃菠萝会容易胃酸，或吃完好像手会很油腻。对，然后我们都不会这样子。等一下，我要拿那个面纸，吸油面纸来试一下，可以直接去压，直接压那个皮。对。前面除了个菠萝面包还看到的那个具体的，就是那个长得有点像人讲的毛毛虫的一个面包。它这是什么？这中间这一个这是用我们屏东在地的鲜乳，高大鲜乳，他们去就是没有加半滴水，只加鲜乳去做，它的水分就变鲜乳去做这样子，就是纯鲜奶的面包。那这样子来
印象底多啦，从标榜那种全部用黑牛奶去做的那个面包来讲，它的奶香味会很浓，有的就真的会非常非常的重，你能不会吗？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可能，因为正常我们试过，如果是纯鲜奶面包做，它不可能很香，它只会带着淡淡的那种奶香，它不可能会很浓郁。哎呦，对所以可能外面坊间可能知道你吃到很香，大部分都是香料啦。你要注意，就是说面包是都给太厚实的，就是太香的，有可能你就要注意是不是用天然的食材。那这样子。旁边也给看得出来，都给法国面包嘛，错不？不过你能卖法国面包，头都讲你能有几多的种皮会去买，所以法国面包它是属于硬的这种，也软的这种的呀。我们把它改良过，我们早期是做成硬的，就是硬的这种的嘛，硬的，然后切开会有孔隙，但是因为它客人说咬不好咬，对，然后我们把它加奶油进去搅拌，然后再经由一些改良的方式，让它变成是它的切面就是非常的松软。所以我们只要烤过就变外酥内软，所以长辈70、80岁都可以吃我们长棍。那几好啊！因为我按你问那个，以前我都想到，那阿婆啊，买面包的时间，他看到这种长棍的，他都会同人讲，你要拿来给打狗的那种，因为你挺硬，就像你说的，硬到可以拿来打狗，所以你们有去做改良过都错的。所以它的是软牙硬，它是因为在它表皮有没有加奶油这件事情吗？对，一开始有的会加蛋油，会加奶油，让它变成是有乳化的感觉，然后它就吃起来就会不会这么的硬口。对。你根本呢，制作单位来讲，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们的小胖，就是吐司的部分，要我一定要试吃一下这个抹茶的吐司。抹茶，对，抹茶吐司，对。都在 TP 的那，等下我们就一边先怂一下，阿粉可能收给一下嘛。OK， 我们的吐司很特别，是说我们有加入老面进去。然后你现在吃这个吐司的话，是用静冈抹茶，日本的静冈抹茶。对，条条按奶皮真的是抹茶的味道很香呢。对，不会，我们有在做一些比例调，比如说多加一些奶粉进去，然后里面的这些有一个抹茶酱是我们自己调整的，我们有涂在那个擀卷在里面，所以你吃到会有一个浓郁的一个抹茶香味，就是我们有涂在里面。那有看出来，就是一般的吐司，你如果真的只有加粉，它不会有一个像一圈一圈的那个，我有看到它边边这里，对，它有一个孔隙，对，难怪。可是安内是真的是有那个抹茶的很浓重的香气，但是真的不会苦。有些人吃到它的是会有淡淡的回甘啦，讲好听一点是回甘，但这个不会呢。对。那我们是采用万丹的红豆，就整颗颗粒的，不是那种酱，因为一般我们的红豆容易有加一些防腐剂，那我们这都是完全都没有加任何的添加物去。韩式的都给它一颗一颗红豆，真是会切味哦。不是说这样子舌头咽下去它就融化，没有，它是还有那个嚼劲在的。对，真是贵好吃的，但是再好吃还先不用好了，莫等下大家就抢空来吃的。主料也跟吐司，你能像做那种粉条的吗？还是有做其他口味的面包？今天没有带过来。我们做奶酥系列啦，或者做一些维也纳系列。等一下，维也纳系列其他个 T 恤很忙的呀。有一些欧式的面包，我们台湾会沿用他们欧式面包的那个形状去取名。对，它是一个形状的一个名称这样子。我说维也纳面包其实上一用的，它是长得怎么样子的？今天刚好没有做，还是长条状啊，切一条一条的纹路这样子，就是类似长棍的缩小版。对，然后还有可以做成桑葚系列啊，或者是蔓越莓系列，对，或者是做成起司系列这样子。对，它有不同的系列感。糖烘了就归好吃呢。阿飞，在这些面包里面呢，太多糖人来讲，其实对要跟这个做面包底部食材的部分，还有这个来坚持的，聪宝，你有自己的坚持。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的对食材的坚持，吗？其实材料的价格等级分很多种，包含面粉，包含奶油，他们的价格一差可能就差个几千块这样子。但是我们是坚持我们要做给小孩子吃的面包，所以包括每次我们开炉做完的那些剩的面包，就是我们自己的早餐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吃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弄不好的东西？所以当时很多一些当物价上涨的时候，我们的奶油已经翻1倍价格了。从2016现在已经翻1倍了，对，但是业务就说你要不要换一下其他的食材，但是我觉得我们坚持还是用好的东西去做，在这个年代当中，就是会变成说不景气的状况之下，你是不是愿意去选择去妥协，说那我就换个成本，然后让它降低一点，然后让它东西变得比较成本压低，
利润拉高这样子。对。所以多少安能的利润其实就是又在被消得更少了，对不对？可是你们坚持安能的品质，所以你还吃得出来，客人吃得出来的。吃得出来啊。因为我们的面包在屏东来讲是比较高单价，所以会吃我面包大部分都是会很挑面包的人。好不好？他们一吃就知道。真是有会是不是就是从一般不知道，可是吃到你们之后他就变专家了，因为吃到之后原始跟味道就是不一样，对不对？面包好不好？第一个你吃完之后你闻你的手指头，现在你吃完闻手指头，淡淡的香，然后不会油腻，还有给抹茶还给香味。对啊，吃完你的嘴巴是不会粘牙齿，不会粘牙缝。然后再吃进肚子之后是不会胀气，不会胃酸，某个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啦。对，啊，你们条都有讲啊，你们在做面包哈，在试的时候有一种卖纯的东西，这个是那一定有你自己的家同你家生年的老婆跟小孩会不会有吃到面包吃到怕的时候？有啊，儿子不想吃面包了。等一下，你这个 video 这个还生年呢，为了小孩来做面包，就会小孩不敢吃面包，这样对吗？就是他们一开始会吃很多种类，然后一直吃到最后就会吃比如说常规单纯一点面包，然后现在吃到最后可能已经腻了，已经吃了8年了。体贴一下，吃了8年了。他们可能就会吃蛋饼或什么这样子。他们会给爸爸你什么样子的回馈吗？可能是多的时间，他会点餐。比如说我一周只做1天嘛，那我就会问他说要吃什么这样子。我女儿她可能就会想到说她要吃什么，比如举要吃可颂啊，那我就做可颂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开炉会品相有一些是小孩子要吃的。本来就是他才是最大的主顾。他们除了给你 order 一般的菜单之外，他们会不会有许愿说，爸爸，你要想要生毛给比较特别，不是在菜单里面的，希望你把它做出来，有吗？有啊，我们最近推出蛋挞，因为蛋挞最近蛮红的嘛，对。然后女儿说要吃蛋挞，那我们就去研究怎么做好的蛋挞。因为蛋挞外面一般很多人也吃油腻的问题，然后吃完又会肚子不舒服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重新去研究怎么做会比较好，然后把它配方做改良这样子。你这个本身有一个专业，你又有一些客家文化的一些底子，也要讲有个关系在里面。你这个会有想到讲，把我们客家的一些元素啊，也要讲吃的东西，把它融入在一个面包里边去做一个改良，也要做一个尝试，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还是说确实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之前有做过那个极酱的吐司。客家极酱，我们去嘉义那时候刚好去买了极酱回来，有做过吐司，有做过面包，但发现极酱它不好保存，然后再做完之后，它的面包比较潮湿，客人拿回去可能他们就容易发霉，对，所以在这当中就会去改良，包括芒果酱也是一样，对，就容易太潮湿、太容易发霉的问题。所以变成是说，那种特殊的、够特别的面包，它变成是限定版。有可能你自己想要做，也要讲有你哈，问的时间问的人多了，你才会再重新做一次。它不是常态化。对。隐藏版的都说。也算隐藏版。还会不会再想说再去尝试挑战不同的我们讲的客家元素的面包？擂茶面包吧。对，想要擂茶去做，可能又会尝试看那种擂茶，看做成弄成擂茶酱去抹进去，或者是直接打进面团。对，这样风味会不一样。也跟我都期待的因为头都讲的各式的面包，其实我自己也不是这么的爱，因为是烘了会炯比较烂的那种口感。但是擂茶想到它就很香，但是它又不会口感应该不会差异那一，这个就值得期待呢。对。这应该不会等很久吧？不会等几久吼。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好啊。观众朋友，头头安尼说的阿粉的胖啊，真是鬼好吃也鬼香呢。不过啊，佢个胖真是用心做出来，大家试一下都感觉得出来哟。不过佢还有几道精彩的故事，大家莫走过哟。休息一下，试比赛，我能继续来同大家分享。说到阿粉好吃又用心的面包之后，我们继续来谈一下阿粉的故事吧。阿粉，这个在做一个面包虽然讲几多年几期份已经做了半年了，也累积了一批始终的客户。可是都更加有没有客人给你一些某种的回馈，给人比较特别的挑剔呢？也来讲特别的欣赏，有那种的年下吗？
口感吧，就是很多一些长辈他们认为说东西会太硬，或是它吃起来它就是会口感会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入口，或是一些酸种面包，他们觉得说这个口感不太像他记忆中的那种面包，对，然后再来是我们可能要去研发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要东西取代，比如说很多的蛋糕都是加泡打粉，那我们为了不要让泡打粉出现，我们就用酵母去取代。但是因为酵母它的发酵的力量就会比较弱，所以我们要去采用一些制程去克服这些困难，这样子。你能用哪一种的制程？大概是秘密嘛，可以讲吗？就是要很长的时间让它慢慢去跑。一重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蛋糕，我们可能只要搅拌好之后，然后拌一拌，然后放着就入模了，就去烤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让它发酵，对，所以要一个时间让它可能1小时、2小时让它去发酵。所以可能做一个蛋糕的时间，可能是一般蛋糕泡打粉可能多1倍、2倍的时间。对，所以要去克服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坚持我们不要加任何添加物，所以我们必须做这样的改变。然后再是客人有一些的反应，就是说，比如说可能我们的面包早期可能在做大面包的时候，里面没有烤熟，对，因为很大颗，有1.2公斤，哇，那种时候我们可能掌握度没有掌握得很好，就会没有烤熟这样，客人就会反应。然后或者是一些面包的底可能烤得太焦这样子，那我们就从中一起去慢慢去做调整。你讲了银行也是你的推动你的进步的通联的吼，他就是一边在跟你们说有那要改良、要改进的，各种能这样有发出来的，对之前开始都更加安好嘛，错吗？对，除了自己这样子的客人给我们的回馈，然后还有小孩子给我的回馈，对。不过8年来，你这个面包的工作室啦，一开始的经营方式都跟刚才经营的方式有改变吗？就是一开始到现在的经营方式。开始我们就是一样采用网路嘛，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宅配，因为宅配它是要做冷冻，它冷冻很方便，你要去研究说面包冷冻之后它的口感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做到冷冻，你回家之后拿到了宅配冷冻之后，你解冻之后烤完的口感是一样的，所以就要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对人通拿到个面包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持它说可以同刚出炉的口感啊相同？要有什么样的方式？你们会建议怎么做？我们的那个后面有写，我们的那个标记上面会有写，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先解冻，然后你用电锅干蒸，或是用微波加盖，或是烤箱预热都可以。就跟你在我们当天买的面包的口感是一样的。可是讲买你的面包还有附带使用说明书的时候，有，后面还有写说，开始讲那只恐龙就是清淡一下，放过来就是使用说明书，很贴心呢。那自家提做一个面包之外，很常讲啊，因为前面刚刚你也有分享过，能不能去偏向去服务嘛？甚至带动一个做面包的专业，去到偏向，能带一个做面包，去到偏向去送面包呢，也去送课啊。我们去教全校小朋友做面包，对，然后我们从2019就带着我的孩子、老婆，我们4个人都去偏乡做服务这样子，因为我当时我想说我要如何带我的孩子，因为我们做偏乡做很久了，要如何带孩子一起去做偏乡服务，因为我阿公以前就是跟我说要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我希望把这样的精神也能够延续给自己的孩子，然后也能够带着孩子去做面包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去做面包，然后就是各个偏乡，比如说他们是小学校，就是6班80个人以下，我们就会去做这样子。你要给去服务的对象哈，就是服务的对象来讲，你去自己去联络，还是说他们会来跟你联系？就是你自己去找呢，还是他们会跟你们联系？都是我们自己去找，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任何的补助，都是用我们面包的盈余去做这样的服务，这样子。所以我们当时打电话去问的时候，人家学校都很害怕，会以为是诈骗，因为你看你不用材料费，不用讲师费，然后你还教我们全校做面包，对，我觉得任何一间学校都会很害怕吧，怎么可能这种事情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在2019也打电话问了很多的学校。然后后来就说有那个大陆官，他就接纳我们这样的方式来开启我们第一个学校。可是你能替咧，那能果蔬的大陆官。对，大陆官。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去到学校底部有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那是我们第一间，所以那第一间我没有带孩子去，想要就去试看看这样子。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们问过很多间嘛，然后那大陆官的主任他在前一个礼拜问我说确定这个事情这样子，然后在前几天问我说真的什么费用都不用，我说不用，他说感恩你，对，然后我们就去做这样子，也在当中也能够去第一次尝试的时候也蛮有趣的啦。
因为我们什么都不太懂嘛，可能这只是放在脑海里面的部分这样子。比较大的困难是那个烤箱，我们有个大烤箱要能够上车，对，然后我们要上车比较困难这样子，那我们就买了推车，然后把烤箱能够上车，因为我们烤箱100多公斤，那我们用上车，然后把它滑下来这样子。哇，对，太工厂了哈，就是这样一个器材，整个工作室搬到外面去。对。哇，你给时间啦。做出来后，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人家的偏向的声音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材料就是用我们工作室，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出去是怎么做。所以当孩子他们吃到面包的时候，跟他们想象中面包是不一样的。不论是口感，不论是那种香气是不同的。对。那今年才设在时间，你们还会去顺带说，除了教一些知识之外，那还会去上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内容吗？还是单纯只有做面包呢？我们从面包开始，我们去讲一些如何做出来，比如说从面粉开始介绍，然后还有搭配一些所谓的一些面包历史文化。面包的起源是来自于埃及啊，然后传到欧洲，有一些历史文化，我们在整个的面包制作上去跟他们讲这样子。对。所以说，一间学校它不是只有一次，它可能会有第二次，就一次，像100，一间一次。为什么？是你们这个自己的决定，还是有什么样子的条件让你们只去一次？因为其实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这一份的资源能够普遍在每个学校当中，而不是一个学校一直重复在做使用。对，所以我们就会跑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去年去环岛一圈，也是我们做8个学校。等一下，我谈到真神奇的，就是刚刚就想要问说，你们这个做一个偏向，还抢在屏东呢，还是高屏地区嘛？那没想到你们还在环岛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环岛还用办规划的好吗？我们早期我们是有带孩子环岛旅游过，那我想说是不是能够带孩子去做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然后甚至就把这份爱因为其实我们是基督教信仰，然后就把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份爱能够去带给台湾这个岛屿更多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规划了8个学校，比如说在台东1间，然后花莲1间，新北、宜兰这样一直往上跑到一圈这样子。对，就带小孩子跑一圈2个礼拜。哇！对，然后8个学校。挺有意义呢。身上除了旅游之外，还可以去做服务这件事情。这个做聊天事情，你会觉得很有意义吗？那这个3年呢，他们自己的第一次去参与这个服务的时候，给人的感想还蛮的。小孩子，你自己的小孩参加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参加感想是什么？感想他就蛮累的。给我同个爸爸，我们可以够单纯啊嘛，我没有要真参加这个，他会这样跟你反映吗？是还好啦，因为他觉得说我们在做这个，爸爸在做这个事情，他觉得他也蛮肯定、蛮认同的。所以在我们做50间嘛，他跟了49个学校。对，49个。然后其实你从他小学2年级做到现在嘛。对，做到现在升国1。哇，对。你这个还空空了，做这件事情，先不要讲说，这个也爱讲，也爱加以后，对你爱生年来讲，小孩他会不会因为有参与了这个服务，有一些改变？他会成长啊，就比如说他会看到各个学校不同的文化背景，然后学生。然后跟师生的互动，一个学好不好，我儿子进去就知道了。你有玩过？他会跟你讨论吗？他跟我讨论，他说这个学校不太好，他会跟我讨论，很有意思。对。对，然后走过不同的地方，看过不同的人，然后也借由这个环岛当中，也能够去看到不同地方的文化，然后跟每个地方的感受都不一样，这样子。对。因为有人讲，也在做一般来讲。环岛其实会有很多突发的状况嘛，就在离行的过程之中，你自己在这一趟过程当中有什么突发状况印象够深的吗？就是很累啊，就只有很累。因为你想一想，我们7点半要到学校，然后开始做，然后做到12点半，然后弄完之后器材上车1点多，那我们要开着车要到下个学校去试烤箱，所以到学校可能已经过2个小时左右，然后又要下烤箱，然后又要试电。然后到旅馆休息之后，隔天早上又7点半再来一次，这样的循环。对，所以其实一直在循环这样的，他就觉得蛮累的。我们当中只有2天的休息，我们出去玩这样子。按你来讲，你们虽然说很累，但是你们这个路卡你们有让你们家人的感情更好，懂吗？就是大家一起都在做这件事情，也都汹涌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孩子会跟我反馈说，其实他觉得说做这事情是蛮好的。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去带给偏乡一些
尤其是在台湾一些服务，我觉得它会带这个温暖，能够带给每个乡镇这样子。因为其实有些学校他们可能没有什么资源，但他们知道有这样的资源，其实对孩子也蛮好的。孩子可能这辈子第一次做面包，也可能唯一一次。对，这也是我们秉持的初衷，说希望能够在这个当中，孩子能够有这样的学习，能够也对自我肯定。因为面包不是那么容易做出来的，他从面粉又要去揉，然后又要包料，然后又烤培这样子，所以孩子拿到是很开心的。或我们有一个孩子就说，在高雄哪里，他说他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出面包来。然后我们跟老师聊完之后，他是一个算是比较被边缘化的孩子，孩子没办法得到大家的肯定。他当中他做出自己的面包的时候，他就自我肯定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很多一些偏乡，他们可能都是隔代教养，可能从来没有接触到的东西，他们就是很新奇，非常的好玩这样子。那你们结束一个旅程呢，就是说结束一个学校的服务职，还有后面学校还会跟你们联系嘛？如果回馈给你们说，那后生啊小朋友可能因为这样子，他们喜欢上了做面包，以为你可能会想要去当像你一样，去做一个面包师傅，会有这样子的联系跟回馈吗？有的时候会寄那个学习单给我们，他们画一些学习单这样子。对，然后其实我们主要的原因是说，我们在教学当中，我们会鼓励孩子。我说我们来这边的目的是因为上帝很爱我们，那我们将这份爱给你们。当你们长大之后，你们要带着这份爱回到你们自己的故乡，去为他们做服务。对，我们也是希望他们孩子以后长大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为自己的乡土做一些服务，这是我们秉持的一个原因之一。对，有没有要再来环岛 again？ 应该是不会，因为太累了嘛。不是因为我们想说，以后我们去年有去彰化，就是去彰化，然后那附近3个学校，我们就排个4天，然后去做3个学校这样子。可能会采用这个模式啊，不要再绕一圈，因为开车很累，然后我们每次在开车的时候，那3个都在睡觉，然后我在开车，像你嘞，对，然后到了之后又要下烤箱，对。所以如果以后换一个形式，我们要环岛，应该能够定点。定点是对。也唔會愁，某一天有時開發也係可以同你們聯絡，對嗎？對。觀眾朋友，今日聽嘅阿凡嘅故事，大家會唔會從嗰本係傾用感通呢？也希望大家好，聽嘅今本嘅故事之後，可以用自己嘅專業，也係用自己嘅工作，來幫助我哋台灣嘅社會哦。今日再一次多謝我哋阿凡帶來安和式嘅麵包同安精彩嘅故事哦，多謝。謝謝主持人，我們支持我們台灣在地的食材，謝謝。好了，做到更加有各位所有們呢，家家好來聽聽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